做那个荧幕直播嘞，照道理荧幕上有什么内容就要直播那个内容才对啊，但是要用这个 OBS 程式啊去做直播，有的要金钥啊，这个哦，应该是那个来源显示器节起，然后那个你看要用虚拟相机，已经有开了，点按虚拟相机，第一次设定就是要我只会用虚拟相机，才能用荧幕直播，然后来按串流，有的要金钥，按了串流以后它进入那个网页设定，也标题啦，还有不是为了儿童制作的影片啦，然后来点按开始串流直播，建立直播。那应该来源选那个浏览显示器。那如果浏览器就是网页，显示器就是电脑荧幕的操作的状况，看影片还是看影片还不一定是的，可能还跟视窗有关系的。你看按加哈，这个操作很慢呢，没有办法一按就马上出来。这么多种选项呢，也可以文字，也可以色彩，也可以视窗，也可以视讯截取，也可以音讯输出输入，也可以游戏的嘞，显示器截取，还有群组厉害！浏览器的文字的媒体来源就是用那种 Windows Media Player 程式来播放影片的吧，还有浏览器是上网的。打字可能是标题的字很大的，它显示器截取就是荧幕上有什么内容了。内容很多种，现在已经有显示器跟浏览器都有了。那左边也可以场景也可以设计是要拍佛堂正中央的佛龛呢，还是要拍那个讲师的黑板，还是他的笔记型电脑画面，还是要拍群众到群前线，还是自己提供画面图片呢？讲题的图片呢？美编的图片呢？等等的啦，或者是开那个网络影片呢，播放很多学问呢，真不简单啊！这里要点按串流，但是你看都在跑圈圈呢，跑得不快嘞，不容易啊！照道理荧幕直播就是荧幕有什么内容就要直播那个内容，但是网络速度很慢的，没有办法配合。要像那个手机有5G 的手机，有的佛堂有5G 手机的环境啊，大概直播就会比较顺，比较快。有没有看到？现在在串流中呢。但是为了这个画面就是说显示器截取的，应该再加个那个浏览器的，所以按那个加号，让它选浏览器，有没有？选浏览器啊，就是那网络看频道、影片、看播放器，按确定，记得按确定啊，确定啊。你看跑得这么慢呢，怎么要给他网址哦？这个就是网址啊，有没有？
然后来按确定哦，记得按确定，按确定。可能那个网址要把它复制贴到哪里去啊？你看怎么会？这个画面停留在这里嘞。来，既然是荧幕直播，就应该是这个画面了。有没有看到？现在这个OBS 作为程式，它的显示的就是这个，有没有？浏览器就是看网络的影片呢，就是到自己的 YouTube 频道了，然后找那个播放清单再播放。但是这个画面怎么是这样呢？人家都已经在播放影片了，它怎么还在那里？这个就是速度慢了，跟不上。这个现象就是速度慢，跟不上。有没有看到？所以不容易。那么快就结束了，只有1秒，真是不应该，速度那么，不容易操作，是不是又宕机了？很不容易操作。你看，要按个打叉，按那么久都没有办法按打叉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你看呐，做这么多个测试啊，都没有办法成功，不容易啊！再重新测试，先停止串流，再重新做一次。你看，没有回应呢。你看，这个是这个程式哦，跑得慢呢，还有可能这个网络速度慢呢，网络速度慢没有办法跟上，会造成这个状况。你看你有没有在跑圆圈圈？有没有？先暂停，暂停，等它跑圈圈，看看跑多久。可能是电脑有没有很烫呢？网络不顺了，让它自己去跑。连那个上网看影片都在跑圆圈圈呢。现在在看网页影片，看你 YouTube 频道的影片，但都在跑圈圈呢，没有办法播放影片的内容。网络不顺。网络有关系。
八卦，乾对离震，巳坎艮坤，那个顺序手换边，内时震，乾对震，右换边顺时震，巳坎艮坤，周温，呼吸式先天八卦。
张天南那边死死孙子，其实尊了祖师的像，没有加释迦牟尼佛像、观世音菩萨像，很庄严，庄严。神言三藏一而善合。正华眼长，正华眼长，念作长啊长，那个妙是像像，佛为妙法轮，不离文字，教外别传，佛会加深。正华眼长啊，正华不走，64代道统无实相，从无锡市一直到那个张天南那边死死孙子。